虽讲台积电即马已经确定要退出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，也毋过因为共款要扩建，共款爱征收土地，自救会伫昨昏就高去抗议，因是去新竹科学园区头前表示不满，认为台积电就无要来啊，开发案就应该爱撤回。也毋过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是强调讲，袂因为一间厂商退出就停止推动，也毋过因会听民众的意见，调整范围。撤回扩建案，又被报道再度来到竹科管理局抗议，反龙科3期自救会呼吁讲，台积电已经无要来，开发案应该撤销。80外的老阿嬷，逐工烦恼甲流目屎，伊本来想讲台积电退出，危机就自然来解除。 80几岁都没有房子，你要叫我去哪里？我请政府多多给我们照顾农民好不好？自救会讲，既然台积电唔来，就应该停止开发，无应该继续抢人民的土地，互别的企业用。这片土地是因的根，若要征收，哪像要错因的根？要整个拔掉我们的根，也等于是说要了我们的命。扩建案难道会比人命重要吗？有国才有家。 我的家在哪里？我的国在哪里？有老百姓才有国，你老百姓不顾，你顾财团，顾什么顾？竹科管理局的代表出面来收陈情书，讲扩建案袂因为台积电退出就唔推动，不过民众的声音有听到，会做适当的调整。也若是为什么一定爱这块土地，而且无用市价买，爱透过征收？竹科管理局讲，开发唔是为着单一厂商，是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发展甲产业布局。 在整个北台湾地区，其实它的条件非常好，不管在人才这方面，在整个产业链的聚集，厂商需要用水、用电这方面也都是蛮足够的，甚至整个交通这方面的便利。自救会直抗议，科管局9月中宣布排除南侧的密集住地区顶。19日进一步说明，原规划将近160公顷，影响1126人。 排除了后变做119公顷，影响864人。不过继续咧调整，也未定案。目前是依法申办公听会，事业计划也未报销。因为台积电退出龙科3，行政院讲未来不管台积电要选伫倒位，一定会全力来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